由創世以嚟，我一直鼓勵住人類去探索奧秘，鼓勵佢哋去開闢新路徑，活出生命。我係嗰個渴望被解答嘅問題，不斷追求探索，永不歇止嘅求知慾望。我係唔係人類嘅精髓？事實上，我遠遠不止於此。我係自然萬物嘅精髓。當我驅使人們同自然交流時，越了解自然，越令人敬畏。喺 Ivan， 我係泉水嘅起源，故事嘅開端係經歷40幾年嘅故事。呢個活泉水渴求要探索世界，正係由我誘發嘅數千年以嚟流經無數石澗嘅水。佢哋努力不懈去發掘呢股力量嘅奧秘，而我早已喺佢哋心中根深蒂固。作為團隊，佢哋休戚與共。佢哋知道呢個研究將有助了解同保護 Ivan 活泉水蘊藏無窮益處同功效。由於我喺佢哋嚴謹專業嘅藥物研究中佔有一定地位，佢哋先可以揾到方案去鎮靜及保護敏感皮膚，並改善你嘅日常健康狀況。日後我會繼續留守此地，幫助你再創高峰，並帶領你走向明亮嘅未來。我係好奇心，我係你，我係 Udemy Ivan。